政府喺舊年諮詢公眾新嘅控煙政策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星期四公布喺短期層面計劃推行10項控煙措施，希望喺今年度立法會會期內通過。政府提出嘅措施包括引入完稅煙標籤制度，同埋提高未完稅煙嘅罰則。政府亦都建議禁止向未成年人士提供煙草產品，禁止薄荷煙等加味煙，同埋全面禁止另類吸煙產品。因為早前已經禁止咗進口同埋售賣等，社會已經有共識，而家係時候禁止埋管有同埋自用。政府仲建議擴大禁煙範圍，包括排隊嗰陣禁止吸煙，喺幼兒中心、學校、安老院、公營醫療設施嘅出入口亦都要禁止。違例吸煙嘅罰款會加到去3000蚊。至於俗稱火車頭嘅邊行路邊食煙行為，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李力剛話：要再審慎考慮下點樣執法，例如要定義返點樣移動先至算係步行。本港目前有超過57萬人吸煙，吸煙率係9.1%，政府目標係喺2025年吸煙率降到去7.8%。